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27日早起新闻，我是主播陈志安。新闻一开始，先看宜兰龙山真出名的风景区梅花湖，这边啊一间技术半暝也是火烧，消防人员是对内底找到一个人已经死亡，初步检判可能是这厝主的查某囝，详细身份是搁爱调查。消防人员到位时，这规间厝已经全部烧起来。初步了解，这厝主是甲查某囝做伙住的，导火时家己是有走出来，不过煞找无家己的查某囝，详细导火原因是搁爱调查。再来看南投的埔里林宝树的林班地，自过年的前一天就咧火烧，到当时也未拍花，统计已经烧掉40公顷啊。这林宝树甲消防空勤继续咧拍火，主要就是因为最近拢无落雨，这风又搁透，才会让这火搁倒起来。陆军特项部直升机飞划过来，瓦棍气流无稳定的火场顶头倒水拍火。南投县埔里镇观音瀑布附近的林业保育署112林班地，过年时阵发生森林大火，本来火已经控制，不过离时火搁倒起来。哇，风太大喽！王伟要撤喽！撤了，我来了。这么炭烧的总面积差不多40公顷，林宝树出动60个人，24点钟久拍火，已经开出一条2559公尺的防火线，也请军方加空军总队总共出动214台次的直升机对空中拍火。林宝树讲，这个所在是占跨桥混合林，涂骹的凹土层至少有30公分高，地面的火拍花了，下骹也是有300-400度，而且最近无落雨，风搁透，火才会搁倒起来。即便地表火势已经灭掉了，那个腐殖层的温度都还有300-400度，那再加上这边的地形风鼓风上去，加上高温，就向上延烧。其实我们在埔里的侦测点并没有侦测到明显有空气污染异常的部分，所以我还不会启动这个应变机制，但我会持续追踪。那只要有减少出门或戴口罩，我们会在官方网站跟脸书都会马上提醒大家。南投县环保局讲，森林火灾的所在，甲埔里镇中心也搁离一段距离。这个监测站也未发现 PM2.5所在异常，所来会继续追踪。林宝树已经加派5座拍部队，对火场的山岭线顶头向下骹喷水降温，希望赶紧将火拍花。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政治的消息，行政院办1.25条国防特别条例，这立法院在野党团是同意交付委员会，后礼拜甲民众党的版本做伙来审查。不过，民众党的版本是甲预算抬加存4000亿，国民党也传出讲，干那要骗3500亿，主要是针对美国对台8项军售，其中是无包括咱国罪部分，这是引起关注。国防部一日发布，查到强机30只，强弹6只出现，其中12只军机超过台湾海峡中线甲延伸线，进入咱北部、中部甲西南空域，有2粒中强的空飘气球出现，国军拢严厉应对。另外，立法院在野同意将政府版的国防特别条例付费，甲民众党版本平衡审查，那也也对咧做。传出国民党版本出来，3版本比起来，政府版本规划1.25条预算，内容有精准火炮、完成打击飞弹、反空反增加飞弹、AI 辅助架、C5 ISR 等7类的武器加上无人载具。民众党版本编列4000亿，列出6种采购项目，包含海马斯多功火箭飞弹系统、反甲型无人机飞弹系统。国民党版本编列3500亿，聚焦去年底美国对台8项军售。好，那我想党中央跟党团都会保持密切的沟通。要买台湾最需要防卫台湾的武器，所以这些只要开始可以进行讨论，我想国防部跟相关的单位一定会提出最详细、最尽责的说明。国民党版本的国防特别条例传出，敢若同意军务部特别主席部分，也要求有用时间甲维护责任请求契约，确保国军应如期得到装备。那国民党和民众党准备要 offer 他们的 version， 他们的 version 的 process 是什么？是什么 basis？ 用什么来决定
这个是需要的，这个是必须要的。我们有了海马式，也有 M1 战车，但是从海马式到 M1 战车中间会有个火力的间隙，这个部分其实就有可能会是 M109它所能发挥的一个空间。M109H 主导炮载来3大军武汉发技师会伫3回到期面临破局风险。学者强调 ，M109H 是新世代火炮，有快速闪移电地优势，是国军提悬部队前线的关键武器。记者综合报道。也若针对民众党的立委李正秀，伊的中国身份是引起争议。行政院长窦永泰已经下令各部会拢不准提供伊任何资料。也国民党是批评窦永泰，只要你若敢讲中国配偶是外国人，就算讲摕到台湾的身份证，也无参政权，伊就会当互李正秀来落台。那么在该名合法资格没有确认之前，我们要求各部会一律不提供任何资料。不止机密资料，任何资料。行政院长窦永泰正式下令，要求各部会在民进党立委李正秀国籍的问题和立委的资格确认进前，禁止提供伊任何资料。窦永泰敢会接受李正秀的质询？行政院嘛表明态度。因为李女士她的户籍跟国籍的争议还没有办法厘清，那院长是否会接受她的质询？我想院长称呼她为李女士，这个部分也已经很清楚了，答案应该很清楚。窦永泰嘛，请中选会照着委会和内政部提供的内容，做必要的行政作业，审慎来处理。对这中选会表示讲，若是有当选无效的情形，会甲相关事情提出到委员会议来讨论。陆委会指出讲，3月会找相关单位开会，研议精进参选资格的查核机制。如果你怀疑某个人的警察身份，那你会接受他的讯问，还是让他进来搜索吗？因为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对李珍秀女士的这个适格性这个疑虑一直没有消除所以政府各个部门未来都会用同样的态度。对行政院小人刷的动作，李正秀是无做任何回应。民众党团是大骂窦永泰等官员唔捌宪法和两化人民关系条例，比作现代的赵高集团。尤其当初提名李正秀做不分区立委的民众党前主席郭文泰是火力全开。今天你要是讲说陆配是外国人，陆配即使在台湾拿到身份证，他也没有参政权，你敢明着讲，我们就让李正秀下来。不要把国家的时间浪费在搞这种事情上面。我们还是按照国籍法的规定，然后来认定，如果有双重国籍的一个状况的话，那我们当然在从政的部分，我们就会采取比较严格的解释。但立委敢要解释是爱互立法院决定，根据了解，立法院长韩国瑜有可能会针对这件代志调集调研协商，来进行续落来的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天气，今日方面通过东北季风变强北部、东北部的温度更降，中部以北、金门、马祖可能会落大雨，咱来看温度。今日北部温度大概是17度至25度，中部甲东部高温是25至27度，南部是29度。气象署嘛提醒讲，礼拜连到北台湾天气会较凉冷，3500公尺以上的悬山可能会落雪。春雨的方面到礼拜水气开始减。拜一又有另外一阵方面会到位。今这礼拜连假天气无稳定，各地雨水多，尤其是拜六全台湾拢可能会落雨。3月初4进前天气拢会较湿湿冷冷。春天的天气变化较大，气象署讲对2日暗开始要变天啊，受到风面甲东北季风影响，伫起透早就会开始落雨，尤其北部甲中部雨会落较大。到3月初1。加上华南分河区向东平线，3月初2阁有一波新的锋面瓦经，所以到3月初4进前拢会是寒冷的天气。2号之后呢，又会有一波锋面加东北季风影响，在中部以北东半部地区还是一样是容易下雨的，而且在这一波锋面的影响当下呢，其实整个北台湾都是属于比较容易下雨的，降雨的时间也会比较长哦。那到了3月3号到3月4号，受到华南雨区整个西半部地区。还是蛮容易下雨的，特别要提醒，在中南部地区可能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出现哦。另外，温度的部分，气象署表示，伫礼拜连假降温较明显的地区出现伫北部，其他的地区也是较温暖的天气。到3月初1会小可回温，不过3月初3有新的东北季风落南，到时北部的温度阁会下降。3月3号下一波东北季风南下，北台湾温度才会有比较明显的下降哦。所以说，总结来说，未来1周的话呢，主要温度变化比较大的地方还是以北台湾为主，中南部
还有比较偏向是花莲、台东地区的话，都还是属于比较舒适的一个天气状况。气象署表示，接落来这礼拜拢较会落雨，提醒民众出门就要会记哩炸雨伞。若有要去海边啊，要注意，影会较大，风会较透。记者陈心东、王志光台北报道。观光署是公布114年度饭店旅社的调查，所有的合法的饭店旅社，这大房的人数是8209万人，是比疫情进前的更加悬。这平均大一暗是2984块。不过，若实际问这旅客，拢讲唔捌看到这款计数，认为讲政府的统计差咱受济。伫山林内窗仔外青林林整修了后的阿里山宾馆，3月花季开始了后的拜六，官网的介绍显示，山外全山景双人房专案介绍是2万9，上顶级的套房介绍4万外。不过优势的地理位置加特别的景观，也是订单真多。日本时段空房敢若剩个位数。如果经济允许的话，我也想要去住住看，因为环境跟历史人文不是用价钱能衡量的。因为如果以那样的价格，如果去日本啊，或者是说去韩国之类的，那我应该会更多的享受。观光署公布114年国内旅宿业大客调查，住宿人次8209万人次，热度已经超过疫情前。旅馆加民宿的平均价拢较免3000。观光署讲，将近80%的房价比平均水准较俗，显示住宿介绍分布多元，消费者会当照预算甲需求来选。114年旅馆业含观光旅馆及一般旅馆的平均房价为2984元，整体增加幅度相较前期趋于平稳。有些价格我甚至觉得已经高于到我去日本旅行的那一个房价，大概2到3倍有。我懂环保议题非常重要，但是大家出门就会突然这个忘记带了，去了之后还要再额外花钱，就会觉得感受度有点不好。统计数据甲感受有正差，有旅客分享，一般1月假期去南部佚佗，第2车站行路差不多10分钟的商务旅馆，无早顿嘛要用一架备品，介绍都要3000。或者讲旅客要伊的除了介绍，有价值一家真特别的体验，更加是关键。不管是国旅或者是国际观光客，他们对于这个我们讲的情绪价值，或者是不管是 CP 值或 VP 值，就是我们讲的价格价值，都会非常要求。或者讲，一般人敢若会当伫假期出外佚佗，会致使对关价更较有感觉。若是有更较侪国际旅客来台湾填补平常时的住宿，安尼大月甲平常时的介绍就会当有劲。不过这2年来台湾的旅客无亲像较早较侪，敢若疫情前的70%，这嘛是互国内旅游大月介绍一直真悬的原因。记者采访报道。来看今日早报重点，先看自由时报。自立收并科技大学董事会通过甲暨南国际大学的合并意向案，规划自115年度要停招，正做是计算甲一般大学整合的头一个。再来是中国时报，这个人去日本耍工度假，规定有放零。这行政院邓英台宣布，未来14人会当申请2届，限制是18岁至30岁少年人。最后是联合报。男女的薪水有差，伫咧台湾的查某人平均爱加做59天，这薪水才会甲查甫人同款，是偏去年公布的搁加1天。继续来看台北市长周万安话讲，若是厝内有12岁以下的囡仔上班会当减1点钟，这市府会当来补助薪水，这是引起社会讨论。台北市产业总工会就提出讲，要有完整的配套方案，避免工作的分配出问题，或者是引起这独身的人会起怨度，造成对立。劳动局你好，评委是1楼。台北市长周万安这么表示，药理减少工时计划，鼓励企业参加优先药理。3月初1就要开始试办，真多人打电话来市府问。他第一个条件就是要在户籍要是在台北市，而且要有12岁以下的小孩子。药理减少工时计划，厝内闹12岁以下囡仔的家长，设置伫台北市上班的公司也登记伫台北市。只要企业无减薪水，或劳工会当晚1点钟上班，或者是提早1点钟下班。每一间事业单位相关补助值班，企业爱家己申请。只要登记在台北市的企业，不限产业都可以申请。希望让上班族的爸妈可以更有育儿弹性。这边台北市政府有算，即个那边550万，不过台北有18万间公司，算起来只个那会当补助55间。对此，劳动局长王秋东讲，会当当行第2有备金。
那么大家也伫咧看讲其他县市是不是第一做？台南市讲袂，新北市讲爱评估在源，高雄讲爱有配套。育儿的友善环境是一个多元性的一个环境的照顾。那至于所有的项目，我们也要视我们的财源状况，做好整体的评估。蒋市长在财政收支划分法通过之后拿到大笔现金，我相信他后面还有后招，可能还有其他奇奇怪怪的想法。台南市我们还需要审慎评估。对高雄来说，我们的制造业非常的多，那也有非常多的企业是3班制。台北市产业总工会讲，若是无配套方案，究竟会造成无结婚、无生囡仔的人工作量会增加，造成办公室对立，也有家长担心会影响考照申请，唔敢申请，看得到接袂到。目前他可能没有这个亲自接送子女的这样的劳工来讲，他要如何达到跟别的同仁这个比较上面的公平性？我觉得这个会是在友善职场的这个文化，怎么让大家能够共同接受？雇主可以在整个职场里面去重申，就是在这个应该说整个企业文化里面，我们就是支持家庭，也支持员工。劳动局讲，这个政策是鼓励性质，并无强制性。不过，如果若拄到歧视，也是会当检举申诉。吴主任讲，企业若是重视员工，就应该借这边机会培养优秀的育儿职场环境。记者综合报道。今仔事实上，伫咧国内嘛，已经有企业已经咧实行为着邀请上班时间有通春休的制度，目的就是希望莫因为照顾囡仔影响到员工上班的效率甲精神。为着让父母安心去做工课陪囡仔大汉，台北市长周万安宣布3月开始推出全台湾首创的育儿减少工时7万计划，民众无同看法。我是没有享受到这个 benefit 啦，但如果说真的有同事需要，我觉得对他们来说还是很不错的。当然是会有差，可是还是要看就是公司那边的氛围，会不会让人家觉得请人有压力吧。其实早就伫周万安淡出的育儿减少工时7万计划进前，国内就已经有企业在做育儿有春休的工时，亲像国内有名的电商平台，采取8点钟的工时制，中昼就是公司免钱来提供，要另外扣时间，让爸爸妈妈拢会当准时下班，降低接囡仔的时间压力。公司有这样的弹性的政策，其实对我们来说压力就会比较轻，就因为不用去赶那个时间，因为其实交通的过程你这样赶其实也很危险。8小时以内，也就是所谓的朝9晚5，9点上班，5点下班，那可以准时下班去接小孩，不会因为小朋友其实都很早放学，然后你就会觉得很焦虑啊。有推行育儿有春休的工时的，还有第一银行，付出来有未满3岁囝儿，也是有家庭照顾需求的同仁，会当适当来调配做工课的时间。另外，信义帮屋是提供有春休的工时，早起7点半到10点都会当打卡来上班，让有幼囡仔的员工较方便。这个政策还是有蛮多的一个检讨空间啦，不然的话，我们尤其是真正实务在照顾孩子一个萝卜一个坑的一个工作的时候，如果今天忽然抽掉了一个照顾人力，那势必也会对于整个照顾现场受到相关的一个影响。关注儿童议题的民间团体表示讲，育儿减少工时计划虽然讲符合国际趋势，但是相关配套嘛是搁要改善，包括应该和中央来统筹，和全国的劳工拢通用，才会当避免北机头的民众伊做工课的所在和户籍无共，无法度享受这个政策的水意。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中华某一间国中传出讲有教练对学生性骚扰、霸凌加体罚的情形，即马就还未结案的，这学校煞就要互这个教练搁转来教，引起家长的批评。教处是回应讲，伫咧法定的庭事还未完成进程，是不准教练复职。中华这间国中的武术教练去年，互一个女学生指控涉嫌性骚扰、霸凌、甲体罚，性骚扰案件都还未结案，就传出这个教练这学期有可能要转来学校复职。这个女学生的家长无法度接受，他很崩溃，回家他就是一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就不敢上课，完全不敢去学校。然后我们也很担心，说他会不会又像之前一样又要做傻事。这个女学生指控教练叫伊甲巴条对伊进行无适当体罚，佮害大家做伙处罚，互这个女学生承受真大压力。另外，也有真侪解不动摸女学生的身躯，涉嫌性骚扰。学生囡仔提出申诉了后，所人踢出赖团队群组，致使身心受伤。最近佮收到消息，学校要让这个教练转来学校教课。人本教育基金会质疑学校过程有疏失。性平第一次调查不成立。那因为我们觉得学校的调查机制不是很公平，所以我们直接跟县府
做申复。小组会议它只能陈情，它没有申复机制，所以我们也要准备陈情。金本讲对这个教练的性平案件，目前已经提起申复，霸凌甲体罚也提起真情。不过，这个教练的家属代表表示，两件案件为去年7月开始，经过学校外聘委员调查，结果拢无成立，甲当刷也无法度复职，教师的权益嘛是无互人重视。因为现在调查报告都出来了，他们还继续在申诉嘛，所以就是等待最后的调查结果看怎么样。我相信一定会还教练清白。届时召开申复审议小组会议，与申复委员确认本案申复审议决定书，是完成程序后再做适当处置。中华管教处表示，伫完成所有法定程序进程，会依照性别平等教育法规定，采取必要的处理，通保障学生囡仔的受教权甲人身安全。记者采访报道。国际上紧来看，古巴面对美国川普政府的制裁，石油禁军已经呛讲无法度过忍受。伫当地时间2号，古巴北边的离岛法孔岛的外海，有一只美国福州注册快艇，就起互古巴的海防炸落来，双方是发生枪战。但根据古巴官方的消息，伫咧快艇顶头有10个人，有4个人已经死亡，6个人受伤，互掠起来。相片内面编号 FL7726SH 的船只，就是这摆事件内面，互古巴海防部队炸落来快艇。古巴驻美大使馆公开声明指出讲，海防部队驶船准备要去攀炸的时阵，已经入侵古巴领海的快艇人员，先对古巴的船只开火，造成古巴巡逻艇的人员受伤。另外，古巴伫反击的过程中，拢总是大死4个人，而且甲另外6个人大受伤。Con matrícula de Florida, FL7726SH, transportaba 10 personas armadas que, según declaraciones preliminares de los detenidos, tenían intenciones de realizar una infiltración con fines terroristas. Se ocuparon fusiles de asalto, armas cortas, artefactos explosivos de construcción artesanal, cócteles Molotov, chalecos antibalas, mirillas telescópicas y uniformes de camuflaje. 而且古巴的官方媒体佮公开互逮捕的6个人的全名。A Mijail Sánchez González, Leordán Enrique Cruz Gómez, Conrado Galindo Sariol, José Manuel Rodríguez Castelló, Cristian Ernesto Acosta Guevara y Roberto Ascorra Consuegra。代志发生的地点是伫古巴北边的离岛法尔孔岛，当地离有真侪古巴的难民和移民的迈阿密，敢若260公里左右。外电报道指出讲，古巴另外搁伫岸顶逮捕第7个嫌犯，而且讲是嫌犯已经承认宣告，才安排刷落来10个人以快艇登陆的方式入来古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对这讲，这10个人并不是美国政府请的，这个事件和华府当局无关系。We have our embassy on the ground in Havana working this as we speak, asking for access to the people that were on those vessels, if they were American citizens or permanent residents. The majority of the facts being publicly reported are those by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the Cubans. We will verify that independently. 另外，佛罗里达州的检察长阿斯米尔指出讲，无法度相信古巴政府的讲法，而且下令福州的检方和执法单位另外做独立调查，而且佫呛声讲一定会互古巴共产政权对这来负责。公司新闻7家人编译。根据北韩官方媒体报道，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伫咧党代会上表明，要全面扩大核武的数量。讲若是美国愿意尊重，安尼双方就也会当好好相处。也另外一边的南韩，因对北韩来讲，双方就是死亡客，有关是敌人。北韩中央通讯社公布的相片显示，讲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伫平壤的暗时举办阅兵仪式，伊的查某囝金珠爱嘛同款穿黑色的披衫，徛伫伊的边仔。虽然北韩的官方媒体并无明讲金珠爱到底伫阅兵典礼内面是啥物角色，但是以北韩世袭的制度来看，外界又讲有可能就是当得培养的接班人。另外，北韩的官方媒体阁报道，金正恩伫北韩第9摆劳动党大会的闭幕典礼内面表示讲，北韩除了会发展更较强大的洲际弹道飞弹、人工智慧攻击系统和无人机等等，嘛会制定增强核武力量的当年计划，而且增加核武的数量，阁呛声讲要变做全面行使核武的国家。另外，和美国的关系，金正恩嘛伫总结报告内面讲到，北韩会持续用上硬的态度去对待美国，但若美国尊重北韩的宪法明文规定国家的
的定义，就是劳动党完全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就是核武国家，而且放弃敌对政策，安尼北韩就无理由无爱和美国好好斗阵。不过对南韩的政策，金正恩是搁一摆重申，南韩是上有敌意的敌人，而且排除和南韩对话的可能性。搁指控讲，南韩今马友好的态度只是骗局。那南韩有企图要改变北韩体制恶质的行为，北韩会当照家己的意思采取行动。因为美国和南韩当年拢会伫3月和8月举行军事演习，模拟朝鲜半岛爆发战争，检视南韩的作战能力。今年的自由护盾例行防御演习日期已经确定。 한미는 연합방위 태세 확립을 위해 3월 9일부터 19일까지 FS 연습을 시행하기로 하였습니다. The exercise will focus on deterring DPRK's WMDs, which include nuclear weapons. 不过，根据韩联社报道，今年军演的训练规模有可能会比去年较减。对这专家分析，这项安排可能是为了促进美国和北韩的对话做的调整。公司新闻新路杯编译。 一份上新的报告来表示，伫咧2025年，全世界是有129个记者甲媒体工作者因为公务来死亡，其中是有2/3拢是去予以色列来害死的。不过，以色列是否认这项指控。 2025年，全球120个媒体记者因公死亡，2/3个遇害者拢是伫以色列手头，其中有86人是伫加沙走廊采访记录、报事实真相的记者，因大部分拢是巴勒斯坦人。 以色列去年攻击也门的青年运动媒体中心，夺走31条人命，是保护记者委员会 CPJ 设立以来对踪记录到死亡数字第2悬的案件。另外47件被认定是故意，也就是针对性杀人的案件，有81%拢是以色列做的。CPJ 报告特别点出，因为进出加沙的路线受限制，查核工作真困难，实际数字恐惊更较悬。面对安尼指控，以色列军方发布声明强烈反驳，讲报告内容拢是无明确、来源无清楚的数据，甲预先设定的结论，无考虑到战争的复杂性，或者是以色列军队为降低非战斗人员损伤所做的努力。There are two main responses. One of them is lack of accountability. There are not even proper investigations of the circumstances around these killings. Second is mere campaigns. So it's a way of smearing the journalists that have been killed, probably it's a way of justifying their killings. CPJ 年度报告指出，全节129人内底有104人拢是伫冲突的地带。除了加沙、也门以外，采访新闻因讲是无生命危险的国家，也有苏丹、墨西哥、罗西亚、乌克兰甲菲律宾。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国际上的大代志，做伙来看世界。匈牙利国防部表示，一架 F-16战机原本要飞往保加利亚出任务，才起飞无偌久尔就摔落来，飞官是不幸损失，事故原因是搁爱调查。根据罗西亚官员的消息，讲罗西亚已经把1000具乌克兰官兵的尸体交登去给基辅。乌克兰方面也交出35具罗西亚官兵的尸体作为交换。联合国指出，苏丹的战争去年造成数万人的牺牲，有1100万人有路无厝，百姓死亡的人数是比前一年加超过2.5倍，而且嘛警告讲，还有数千万的罹难者是下落不明。讲到这28拄要开始响高铁甲台铁的客服系统，就收到有人讲要抗炸弹来杀人，警方是接到通报，随动员来加强车站的巡查。有关本局今日接获相关通报，有不明人士以文字留言方法恐吓台高铁运输安全一案。本局已结合台高铁从业人员，于各驻警车站加强警戒，并针对垃圾桶、厕所、置物柜等区域执行巡检安卫工作。另本局刑大已结合各侦查队组成专案小组，目前已掌握特定犯嫌，积极侦办中。铁路警察表示，已经加强各地车站的警戒，针对车站的粪扫桶、便所甲架柜等所在加强巡查。另外，这刑事的已经做专案小组来侦办。目前了解，这2件恐吓应该拢是同一个人所发出来，会继续来对查在来源。拜六就是28啦，行政院表示，今年会继续来推动转型正义甲教育工作，针对戒严时期档案，未来嘛会开放予大众来运用。
几年前，电影涉及血案改编引起的争议，互林甲血案受到关注。真侪民众嫌补课读台湾史。2000行政院会嘛针对实践国家专项政治教育行动纲领发表4年来的成果，包括政治受难者的名誉恢复、戒严时期政治档案开放，嘛补助学校推动专项政治教育，也针对国安局调查局等等做历史反省。行政院表示，未来也会继续深化专项政治5项转型正义教育工作，包括由大学带动周边的学校研发教材，辅导重点机关重新检视教育，稳定挹注资源，支持机关学校推动教育工作，友善民间运用促转基金，扩大教育推广。128特别活动，台湾教授协会嘛甲国史馆合作办讲座，除了讲128事件当中重要的历史事实，嘛讨论当权者蒋介石的责任问题。监察委员杨亮公还有邱念台他们所写的报告都是指责当时的陈仪政府贪污腐化、经济不良所造成的冲突。可是蒋介石他一方面偏听陈仪，一方面事后还袒护陈仪。国史馆指出，其实因伫2006年就有出版相关资料，最近这几年嘛，陆续有新的资料出现，嘛鼓励民众加运用。最近社会对历史讨论较真热，学者司法员嘛提醒讲，虽然档案局有甲真侪档案整理甲公开，不过档案的内容也是当时的正本资料，无一定代表所有的事实。档案的部分一定需要专业的研究结果，研究能力最强的是国史馆我个人会建议，是不是政府应该考虑让国史馆加入这个档案政治档案的研究权责机构之一。为着要落实国家专项政治教育，用历史教育含记忆等等来反省国家暴力的无证据。行政院表示，会交由教育部定出第2期的行动纲领。院长窦英台嘛希望继续透过影视、艺文这的教育文化，教民众做伙补课，理解人权和民主的重要性。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自从地震了后，伫咧宜兰大溪头城圆山这的浅山地区，有真侪日军所留来军事溪岛甲飞行机的基堡。就研究人员是专工去甲这的所在拢总行透透，希望当促进社会对这寡文化资产的重视。不要过去了，好。头壳顶挂电梯，得到探险专家行入去防空洞内面。这款伫咧宜兰浅山地区的防空洞是地震时阵日军留来，虽然各项无伫咧维护管理，不过真侪拢拍远去。你如果看到这种无节的钢筋，没有节，它就是日本时期的。详细介绍防空洞设施的这位是宜兰大学专案研究助理吴文汉。为了要研究这款防空洞，伊是行透透，伊定定带讲义文史的朋友，甲一般有兴趣的民众入去探险，了解宜兰地震的历史。到第3的防线呢，这是我们浅山区的防线包括有这个我们今天来看到这个额头山的南北泡堡啊，还有西南的这个小泡堡啊，他们其实就是为了护卫这个平原地区的这个飞行场。吴文汉讲，这款军事防空洞是日军迄当阵用伫咧防止美军登陆，一个机场防空伫咧使用，除了会当采警方式75mm 假炮塔，一个机枪堡保存甲正完整，会当分析了解迄当阵日军败退情况。不过要入去这款坑道无遐容易。除了爱有专家开路、查路、探路，而且一款物件内面真侪密布甲加抓。文史工作者讲，这款文化资产拢无被外境，真可惜。当年2战时期在台湾发生过什么事？那有留下了这些军事遗址。可是我觉得到日后的话，我们可以，你把它全部都把它毁掉的话，那我们很难去告诉下一代这个土地上发生过什么？这么既然地震时阵所留来军事防空洞甲基堡，这个若少数定了真济文字的身份有保存维护。吴文汉讲，真济军事防空洞离风景区真远，公部门或者是社区，若是让该活化地向，一定会当帮助文化观光发展。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新报昨是接到一个本土模的通报，是伫咧中和一个42岁查甫人，伊伫咧过年期间有坐公车坐捷运往来台北，去过光华商场一寡等等的所在。目前有列526个接触者爱自我健康监测到3月17。今日麻疹确诊个案为本年2月12日疾管署发布北部8个月大本国籍男婴境外移入案之接触者，于监测期间2月19日开始出现咳嗽、发烧，
23日出现红疹，24日由医院通报后确诊，目前状况稳定，居家隔离中。这个麻的病人自底就是有去接触到带病入境的病人。2月19开始出现扫加发烧的症头，2、3开始起七毛，2、4这病院通报确诊。伊伫咧过年期间有坐公车262、307加拿41坐捷运板南线，去过便利商店、早顿店加光华商场一寡所在。卫生局嘛提醒讲，若有伫相关的场所出入过的民众，爱自我健康监测到3月17。若是有相关的症头出现，就会赶紧求医。第五个消息来看，嘉义有一个专门咧种大粒葡萄的农民，因为这葡萄田发起鸡仔路啊，去互厝边甲剪断，嘛造成损失，就去个厝边爱去讨赔12万。法官甲最后甲判赔5000块，这农民不服，专工是摸一粒30外斤的葡萄，去到法院来တင်情。农民辛苦揽一粒大粒的葡萄，去到家己市的地方法院，要来向法官တင်情。这位农民2当前因为家己种的葡萄田去互厝边加掉，造成损失来相告，原本要求对方爱赔12万，结果二审的法官只判赔5000块，互伊是真不服。砍了3颗，算起来要100颗，100颗加上1颗30斤，刚好是3000斤，3000斤1斤我只要卖50块就好，就有15万。农民指出，伊种的这种葡萄的品种，通常拢有30斤以上，伊一张葡萄会当生30粒左右，放加掉3张，损失就超过12万。伊专工摕伊种的葡萄来，要互法官知影伊的损失，针对民众的တင်情，法院嘛有派代表来了解。原审判决中已经就它是斟酌常情，就超过一定重量的农产品确实是罕见的状况。那因此，所以在判决中也已交代，它是按照一般的农产品的大小去判决上诉人所受的损失。法官讲的说，夸瓜1颗才3、4斤那么小，不是？你看我这个葡萄龟，你看超过10几倍，超过10几倍，2、3斤10几倍，应该多少了？菜单的头家讲，葡萄大部分细粒的时就会摕来食，要讲到30、40斤是真罕见。不过较侪是摕来看水的，所以计数甲细粒是无共的。农民表示，法院的检方单位有来接受伊的တင်情，虽然对结果无满意，不过也是会当接受。希望这种无了解民间生活的判决，未来会当愈来愈少。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后礼拜2就是元宵啊！台东的炸邯郸是台东县的无形文化资产。伫咧昨早起，有7个邯郸爷大声来就阵，轮流来互炮仔帮。嘛宣告讲，今年台东的元宵活动伫咧拜6正式开始。这位伴做肉身邯郸爷的民众，规身躯只敢若穿一件红底裤，徛伫咧桥顶，说台东市南京路文化广场接受四面八方传来炮仔。传讲炮仔愈多，运势愈好，逐年拢见真侪民众甲游客做伙来参加。后礼拜2就是元宵节，台东市公所加强放邯郸爷的行武堂，2人做伙宣布，台东的元宵民俗活动1礼拜6开始，主要活动是3月初3、初42天炸邯郸甲庙会绕境，后礼拜6上尾天是烟火暗会。代表我们台东，等于是算一个标志。我们还有我们的一些重头戏，比如说我们邀请的一些我们的台语的创作歌手，还有我们的台语天后，都即将莅临我们的元宵晚会的会场。今年会有30几场炮炸邯郸爷伫咧固定的地点举行，但是有特别2场是绕境四季风烧炸邯郸，分别伫正气路甲中华路、红路管制，沿路放炮仔，过路人爱注意。然后我们再要求，我们在炸的过程中，那个鞭炮声不能断掉。台东伫咧元宵炸邯郸的民俗活动已经超过70档。19年前，政府登录正式台东县无形文化资产，不过一直政府未着列做全国无形文化资产。官府希望中央会能够重新评估审查。记者综合报道。今仔台南咸水的蜂仔炮，今年的炮声是比往年搁加一成。另外，俗语人讲头满仓过好翁，伫咧农历门的天后宫，今年嘛有准备280仓仔，要互大家来头满。
炮车内底蜂仔炮已经插好势，红列做世界3大民俗庆典之一的咸水蜂炮，3月初2要登场。咸水街路这阵已经有那过年的气氛。那今年因为拄着年假，炮声数量比往年加一成，规模更较大，嘛结合多元文化活动。庙方今年嘛特别邀请侪国家的交换学生，做法来体验蜂炮的文化，就希望大家透过愈早愈旺的象征来求平安顺遂。我们盐水人的大家的盛事，年轻人越来越多在参与这个活动。大外的国家同齐就要来体验参加体验营因为带国家的国旗来参与呢。晚上我们放蜂仔炮呢，即阵讲趁这个机会，袂当来求姻缘，因为俗间讲呢，头班仓会当嫁好翁，未结婚的这个查囡仔来，袂当来遮提仓啊，回去。台南鹿林门天后宫才有头班仓嫁好翁的风俗，今年庙方传200束的仓仔，要互独身的女性通伫元老头前祈愿。虽然现代真侪少年人对这句俗间无介熟悉，不过庙方嘛是照传统来保存文化。没有听过，第一次听到。第一次听到，会觉得有趣吗？蛮有趣的哦。会可以嫁好翁。好啊。对，但是这有好的吉祥的意涵，恁家想要试看卖安尼？可以，就是它的谐音足够以来拢有这个活动另外就一种是迄个跳菜鼓带好舞这嘛是取自它的谐音这是针对男生的方面啦。对咸水蜂仔炮到鹿林门的传统技术，台湾各地的元宵活动到时拢会闹热滚滚，无同的所在有各种的风俗，这嘛呈现出咱本土多元佮丰富的民俗文化，嘛看到文化一代传一代的生命力。记者邱台南采访报道。延续过地来看西班牙加泰隆尼亚因复振母语的路，若是有靠教育制度，也营造媒体环境，相关的语言政策甲司法判决也引起社会真侪个讨论。语言应该安怎来保存，安怎来使用，往往拢会受到政治政策影响。台语是安尼，因加泰隆尼亚的语言嘛是安尼。来看咱台语台伫个西班牙的专题报道。在市区的街仔路，人是来来去去，有南欧热情的气氛。在巴塞隆尼亚，大约800万的人口当中，有要4%是外来移民。在首都巴塞隆纳，用加泰语正做主要日常语言的人，比例已經降到差不多27%。不過加泰語上大嘅危機是中央甲地方有根本性嘅爭議。L'estat espanyol i Espanya de que parlem català per molestar.De que parlem català com una mena de patologia estranya i el que defensem és la normalitat a viure plenament en català. 2021年，西班牙最高法院裁定，加泰隆尼亚各级学校至少有25%的课程爱用西班牙语来上课。这项有争议的判决，互看作是中央甲地方在语言政策冲突上界关键的所在，这嘛互语言议题更加政治化。In Spain, but because you believe that your country's under threat, and you want to defend it. So that would be the feeling. So and then the conversation is very difficult because it's a zero-sum game. So either you win or I win. Sí, claro. So creo que ahora ya está. 在马德里的市区有一间台湾人开的餐厅，长期住在西班牙，也就是这间餐厅的头家陈宗正，伊用另外一个角度提出伊的观察甲看法。恁就是袂当分开，无法度独立，所以就到今嘛。但是我就想讲，我家己是感觉语言加泰隆尼亚语对他们来说就是最后的倔强。甲囝头救转来台湾，咱的本土语言嘛捌长期受到限制。为了重新复振咱的母语，公共媒体透过做新闻甲节目，拍拼互母语会当重新转来公共空间。台语大成立一个上重要就是语言爱平原，第二个是多元文化吼。语言是文化根，你个语言若无去，你文化就慢慢消失嘛。为加泰隆尼亚因素期的降低，最高法院制度介入。到台湾公共媒体语言复振推动，语言安怎互对待，一般拢反映权力安怎运作。当母语互压迫或者是操作，受伤害的，称在是规个世代。
这款的错误，咱一定爱会记你这个假时。记者易英忠，西班牙台北采访报道。文化部认定林间国宝团甲艺生，伫咧宜兰团艺中心有提供舞台，专门要互结业的艺生，甲也搁咧学界当中的艺生，来透过演出来磨练。对2月27开始到7月，有376场的表演。伫台顶彩排是台湾族的偏地表演，对2月27开始，一直到10月份，伫传统艺术中心总共有376场接办零好戏台的表演，包含布袋戏、北管、含原住民表演等等。头一场由排湾族拍头阵，表演者讲，希望会当透过表演来传承文化，互更较侪人熟悉。排湾族的这个传统的双管口鼻笛。这个应该是我们非常珍贵的台湾的音乐啊。那我们除了带着这种欢欣的这个心情来这里做演出之外，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传承的一个长远的计划啊。对我们台湾人来讲，这个接办零好戏台的计划，今年办第10年啊。初心是希望互艺生结婚了后，会当用表演来代替训练，累积经验，互艺生有一个发挥的市场和舞台，嘛将传统艺术流传落去。这个活水它都一直不断的在增加，然后更多的剧种、更多的艺师、更多的艺生。那我觉得是在台湾的这块土地上面，一直都看到这个传统表演艺术的精进，然后有不断的在往前走，那这个是我们也非常开心能看得到的哦。对民国106年开始举办到今，传统艺术中心和文化部伫传统艺术人才培养计划，已经培养23个团队，73位艺生。相关的表演资讯，伫传统艺术中心的网站拢会当查到。记者陈心东、王志光宜兰报道。来看台北北投有一家伙仔，甲100年的旧厝租落来，整修了后，咧经营文创甲卖食的，共备办囡仔做多济旧厝导览，要来帮助地方的发展。台北市树林区的一间100年古厝，家族为婴仔举行做导济，要未来职业。对，我们恭喜雨欣。他拿的是钢笔，所以他那个文采可能也很好。山林间一家人，所以这间100年古厝，爸爸是画家，妈妈等很多个早囝负责导览营运，当作互老厝去利用。我们觉得三合院传统对外开放的建筑物是非常少的。我们3个家庭成员都各自运用自己不一样的能力，去一起支撑这一个品牌。古厝内底推广创意美食，找找在地食材，也是友善农作，制作传统各有卡数的餐点。一般我们在市面上吃到的是面疙瘩，那这个米疙瘩，很少听到。在米谷粉调制好之后，放进去瓦斯炉上面蒸，然后蒸，其实我告诉你们，只要3分钟。这3分钟完成这个米疙瘩，然后我们就把肉燥放上去，就可以吃饭了。你看，农夫就很辛苦，他要采一些很难的地方啊。山林间以古厝做基地，吸引游客来，佮安排附近农园参访活动，帮助地方发展。这个就是我们对于生活中的一种理想。虽然说它并不是赚钱的工具，可是，我常常跟我妈妈，因为我跟妈妈一起创业嘛，就比较常待在店里。我们常就说，我们不知道最近在忙什么，就是好像也没有赚到什么钱，可是我觉得每一天都过得很扎实、很丰富。100年老厝有一家人的梦想，更较承载地方发展的愿景，延续山区农村的美好时光。记者综合报道。下晡晡天气写款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18度至20度，中部地区18度至26度。南部地区20度至29度，东部地区19度至28度，
大岛地区12度至25度。感谢你收看今日早起新闻，我是主播陈哲安，咱拜一同一时间再会。